篇文55篇，马太第6章。毋通为着恁的性命，要食甚物，要啉甚物得操烦；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，要穿甚物得操烦。性命减毋是比食物较重要，身躯减毋是比医福较重要。恁看空中的飞鸟，因无种植，无收成，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。恁的天父嘛得甲因养饲，恁减无比因较贵重。恁减有人想讲操烦会当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时仔久，恁哪着因为要穿甚物操烦？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得大丛？因无劳苦，嘛无纺织。毋过我甲恁讲，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，伊穿的衫，都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。山野的花草，今仔日得活，明仔载互人迄落火炉。上帝都安尼甲因糟蹋，伊减袂搁较甲恁糟蹋。恁哪会遮尔无信心？所以恁毋免操烦讲，阮要食甚物，还是阮要啉甚物，要穿甚物？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。恁的天父知遮个拢是恁所需要的，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，遮物件就会煞拢互恁。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，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。一日的艰苦一日长。